喺澳門滿3個月嘅犬隻需領有准照，否則將被罰款澳門幣2000蚊。手續其實好簡單，等我話你知點做。第一步，準備文件並親臨市政九房辦理手續。首次申請立牌之人士必須帶動物前往市政九房，並出示動物所有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原件同埋地址證明，如水費單或電費單。如果係領養或者轉讓嘅，就要多份轉讓聲明書。狗狗立牌當日，可一併注射瘋狗症預防針並植入微型晶片。以下係澳門及路環市政九房嘅辦公時間，大家可以 cap 圖保留，唔需要預約，直接 walk in 就得㗎啦。第二步，繳費領證，以絕育犬只係330蚊，未絕育就990蚊，費用包咗晶片、狂犬病疫苗同金屬牌，即時審批，將准照有效期3年。溫馨提示：記得準時續期，要定期同狗狗打防疫針，依法辦證，做個盡責好主人。多謝大家。